口同寶格麗係咪有啲相似啊？好當我幾百蚊住一晚寶格麗得唔得？朋友呢以為我住咗文華東方，佢仲配埋免費嘅洗衫，可以實現喺房間浸腳啦。退房全部帶走。蒸鰾雞湯謝謝。酒店仲有一個奢侈品嘅專櫃啊，每日現做嘅粵式點心。宵夜呢仲有呢個蝦餃添，港式早餐嘅天花板。對於睡眠有困難嘅朋友有福啦！廣交會期間一定要帶我啲鬼佬朋友嚟見識下呢間酒店，等佢哋體驗下中國自主品牌嘅魅力。我住過最養生嘅酒店，今日第一時覺帶大家去打卡薩和酒店 ，Let's go！兩張凳非常適合大家唔係好熟，但係又要一齊加班嘅朋友。不限次數嘅免費洗衣啊，只需要填一填呢個洗衣服務單啦，就會有專人同你收，同埋第二日呢直接送返你房間噶啦。外賣呢直接送到房間，非常之方便。拜拜。床頭旁邊呢個一鍵開關按鈕呢，非常之有意思嘅。對於我呢啲對光源比較敏感嘅人呢，瞓覺前一定要關電視、關燈同埋關窗簾。咁呢個一鍵心水按鈕撳咗之後呢，佢可以100%隔住所有嘅外線光。大家睇下效果啊！伸手不見五指。酒店嘅下午茶呢，下晝1點鐘就供應㗎啦。單係呢啲配置呢，都同5星級奢華酒店嘅行政走廊相匹配。每一個菜品都有佢獨特嘅養生嘅功效，但係對於我嚟講，邊樣好食就食邊樣。呢個藤椒雞翅相當之好食，我又想食第二個，但係又怕熱氣喎。每一個果汁咧都會講解佢個時令嘅功效嘅喎。包括酒店健身房咧都有配備呢個自助水果同埋水供應嘅，同埋配備呢個黑咖啡，仲有呢件質感好舒服嘅浴袍，着上睇下先。成個材質都好舒服，今晚直接就去食宵夜 ，Go！ 宵夜有呢個麵檔啦，同埋食材都係自己揀嘅，呢個港式嘅點心啦，好食同埋好瞓係呢間酒店嘅2大特色。餐廳呢度呢，仲有一個超大嘅對外露台。你話呢間係一間可以睇到小蠻腰嘅酒店呢，我都唔反對嘅。早餐嘅品種呢，相當之豐富，仲有鳳爪、蝦餃呢啲港式點心。呢個西芹炒蝦仁，你睇幾多蝦？仲有呢種養生湯，各種養生粥。我要1份班你點，謝謝。一定要試佢哋呢個鮮蝦雲吞麵，嗰啲肉相當之彈牙。一個幾百蚊嘅酒店可以做到咁豐盛，真係難以置信。退房全部帶走，有啲似寶格麗嘅退房儀式，成個人精力充沛。